曹操對何進話：宦官之禍，古今都有，主要係因為皇帝行為失當，將佢哋寵壞咗，先搞成咁。本來就唔係咩大不了嘅事。如果想徹底鏟除宦官，只要將帶頭嘅元兇捉起嚟，混入監獄治罪就得啦，根本唔使興師動眾，召集外鎮嘅將領嚟京城生事。如果想將宦官一網打盡，事情一定會暴露。我敢講，呢件事一定會失敗。何進好嬲，訓斥佢話：難得你咁講，係因為自己有私心話，定係因為你自己出身於宦官之家？曹操退出門外，長嘆一聲話：將天下搞亂嘅混蛋，肯定就係呢一個笨蛋何進啦。何進暗中派出信使，將起草嘅密詔連夜飛馬送去各地重鎮。董卓先前因為領兵攻破黃巾軍冇功勞，朝廷要將佢治罪，佢花重金賄賂10常侍，唔單止唔使處罰，而且向上爬。而家已經做到前將軍嘅高官，手中統領西涼州幾十萬大軍，日日發夢做皇帝。收到詔書大喜，即刻點起手下20萬軍馬出發。董卓命令佢嘅女婿中郎將牛負守住陝西老家，自己帶領手下帶兵出潼關，浩浩蕩蕩向京都洛陽出發。董卓手下有一個謀士叫做李儒，曾經做過郎中令。董卓可以有今日，都係依賴佢出嘅主意。佢同董卓建議話：而家我哋雖然係奉召去勤王，但係名不正言不順。我建議派人送上朝廷表彰，大事就成功啦。董卓聽到之後就上表朝廷，話想帶手下進入洛陽，為皇帝清除張讓等等作亂嘅宦官。何進收到董卓嘅表彰之後，傳召咁多位嘅大臣。侍御史鄭泰諫議話：董卓生性就係一個炮狼，攞到詔書入京城，一定會張口食人。何進話：你生性多疑，冇資格談論國家大事。盧植都諫議話：我平常了解董卓嘅為人，面善心狠，一入京城一定會生出禍患，千祈唔好俾佢入嚟。何進唔聽勸告，鄭泰、盧植等好多人都棄官而去。朝廷大臣裏面棄官而去嘅佔咗大半。何進派人去澠池迎接董卓，但係董卓就按兵不動。張讓等等嘅宦官聽講外面大兵將至，湊埋一齊商量話：咁肯定係何進嘅主意，我哋如果唔先落手，一定會遭受滅族之禍。於是喺長樂宮嘉德門裏面安排50名刀斧手，然後進入何太后嘅宮裏面，長跪不起，大喊乞求話：而家何大將軍下達假詔書，引嚟外面嘅兵馬去京城，想殺咗我哋，娘娘千歲就可憐下我哋，出手救我哋一命啦。何太后話：你哋去大將軍府謝罪就得啦。張讓話：如果我哋去到大將軍府，即刻就會粉身碎骨。求娘娘宣召大將軍入宮，出口勸阻佢啦。
如果大將軍點都唔聽，臣下只好喺娘娘面前請死。何太后於是下詔宣召何進入宮。何進得到詔令之後，即刻就要去。主保陳琳諫議話：太后下達嘅呢個詔令，肯定係十常侍嘅陰謀，千祈唔好去，去咗一定有禍。何進話：我嘅妹妹宣召我，可以有咩禍呢？袁紹話：而家我哋嘅計謀肯定泄露咗，事情去到而家咁，大將軍仲要入宮？曹操話：要去都得，先要將十常侍召出嚟，然後就可以入宮啦。何進笑話：呢啲都係小兒之見，我手握天下兵權，十常侍點敢將我點樣啊？袁紹話：將軍真係要去，我哋就帶甲士護衛，以防意外啦。於是袁紹、曹操各挑選500精兵，命令袁紹嘅同父異母弟弟袁術帶領。袁術全身披掛上陣，率領士兵布列喺皇宮清鎖門外面。袁紹就同曹操帶劍護送何進去長樂宮。黃門傳達何太后嘅懿旨話：何太后單獨宣召大將軍入宮，其餘人等唔准進入，將袁紹、曹操等都阻擋喺長樂宮門口外面。189年8月，東漢京城洛陽皇宮裏面嘅一場血雨腥風拉開咗大幕。何進入到去，一直行到嘉德殿裏面，張讓、段貴出嚟迎接，團團圍住何進。何進大吃一驚，張讓大聲喝斥何進話：董太后有咩罪過，俾你派人毒死？國母喪葬期間，你詐帝有病唔出嚟，你本來就係個殺豬湯羊嘅下賤人。係因為我哋推薦俾皇帝，你先有而家嘅榮華富貴。你唔報恩都算啦，仲諗計謀害我哋。你話我哋混俗不堪，乜你就清白如玉？何進見大事不妙，驚慌之下即刻走，但係宮門就一早已經閂實晒，兩邊埋伏嘅武士一齊殺出，即刻將何進斬成兩橛。後人有首詩慨嘆何進嘅處境：漢室傾危天數中，無謀何進作三公。幾番不聽忠臣諫，難免宮中受劍鋒。意思即係漢室已經危在旦夕，呢一個冇計謀嘅何進做上高位，幾次唔聽忠臣嘅勸諫，搞到喺皇宮裏面死於刀刃之下。張讓佢哋殺咗何進之後，袁紹等人好耐都唔見何進出宮，就喺宮門外面大叫話：請何大將軍上車。張讓等人將何進嘅首級喺牆上面掟出嚟，假傳何太后嘅口諭話：何進謀反已經正法，其餘被脅迫跟佢嘅人全部赦免。袁紹大叫話：閹官謀殺咗國家大臣，想要誅殺惡黨嘅，上前嚟助戰。何進手下嘅部將吳康喺皇宮清鎖門外面放一把大火，袁術率領手下嘅兵士衝入宮廷，只要見到宦官，不分年齡大細，全部斬殺。
袁紹、曹操斬關進入皇宮裏面，趙忠情況、郭勝等等被追趕到翠花樓之前，眨下眼被剁為肉泥。宮殿裏面烈焰衝天，張讓、段貴、曹節、侯覽等劫持咗何太后、少帝同陳留王，喺北門逃出。呢個時候，盧植仲未離開京城，睇到皇宮裏面嘅事變，披掛上陣，手持武器，企喺廊閣之下，好遠咁望見段貴挾持何太后過嚟。盧植大叫話：段貴逆賊，敢大膽劫持太后！段貴轉身就走，何太后都顧唔到太后尊嚴啦，即刻由後窗裏面跳出。盧植即刻想去搶救，好在太后冇受傷。吳康殺入內庭，睇到何進嘅弟弟何苗都攞住把劍走出嚟，吳康大叫話：何苗一齊謀害佢嘅兄弟，應該殺咗佢。大家都一齊回應話：立斬謀害親兄嘅賊。何苗轉身想走，一早俾四面圍住嘅武士斬為肉泥。袁紹再下令軍士分頭去殺十常侍嘅家屬，不分大細全部誅殺。因為冇鬍鬚而被誤殺嘅男人不計其數。曹操一面嗌人撲熄皇宮裏面嘅大火，一面向何太后請示，即刻主持朝政大事，派兵追拿張讓等等嘅宦官，四處尋覓少帝等人嘅下落。且說張讓、段貴挾持住少帝同陳留王，連夜走到去北岐山。到咗大約2更時分，聽到後面人聲大震，人馬蜂擁而至，最前面帶隊嘅大嗌：逆賊休走！張讓見形勢已經無法挽回，投河自盡。少帝同陳留王就趴喺河邊嘅亂草裏面，唔敢出聲。軍馬四散去揾。少帝同陳留王趴喺度匿埋，大約到4更時分，露水整濕咗佢哋嘅衫，又開始肚餓。佢哋兩個細路攬住一齊喊，但係又驚俾人聽到，只係喺度飲飲泣泣咁樣。陳留王話：呢度好危險，唔可以留得耐噶，我哋一定要搵條山路。於是佢哋爬上岸邊，腳下都係荊棘，黑暗之中睇唔清大路喺邊，正喺度百般無奈嘅時候，忽然間四處有千百成群嘅螢火蟲光芒閃耀，喺佢哋兩個四周飛轉。陳留王話：咁真係個天幫我哋兩兄弟，俾我哋執翻條命。於是借住螢火蟲嘅光向前行，慢慢睇到大路啦。行到5更時分，佢哋兩個隻腳酸痛到行唔到啦，終於睇到前面有一處村莊，就乘機蜷縮喺一個院落出面嘅一堆乾草裏面。呢個時候，漢少帝劉辯13歲，陳留王劉協8歲，都係細路嚟㗎。佢哋兩個攬埋一齊，忍唔住喺度喊。院落嘅主人半夜披翻件衫去廁所，聽到外面隱約有人喊，就出門口睇下，見兩個細路瞓喺草堆上面。主人問：兩位公子係邊家細路啊？做乜半夜唔返屋企喺度嘅？漢少帝唔敢答。陳留王指住少帝話：呢個係當今皇帝，琴晚遭遇十常侍嘅動亂，逃難嚟呢度。我係皇帝嘅弟弟陳留王。主人聽到大吃一驚，即刻拜話：
我係先朝司徒崔烈嘅弟弟崔毅，因為十常侍妒忌賢能，所以隱居嚟呢度。即刻扶起漢少帝同陳留王入屋，跪喺度進上酒食。與此同時，閔貢趕上段貴，捉住佢問：皇帝喺邊啊？段貴答：喺半路之中走散咗啦，唔知去咗邊啊！於是閔貢殺死咗段貴，而且將佢嘅頭掛喺馬頸，分兵四處去揾。佢自己就騎住一匹馬，一路追尋。偶然之間嚟到崔毅嘅莊園，崔毅睇見段貴嘅頭顱，問個情況，閔貢就詳細講咗。崔毅引領閔貢去見皇帝，君臣佢哋痛哭起嚟。閔貢話：國家唔可以一日無君，請陛下即刻返京城。崔毅嘅莊園只有一匹瘦馬，於是就預備咗呢匹馬俾皇帝騎。閔貢同陳留王就一齊騎住一匹馬。佢哋離開莊園未夠3公里嘅地方，就俾司徒王允、太尉楊彪、左軍校尉淳于瓊、右軍校尉趙文、後軍校尉鮑信、中軍校尉袁紹等人所接應，幾百人騎馬隨行，護送車駕。君臣佢哋都喊咗起嚟，先派人將段貴嘅頭顱送去京城宣佈勝利，然後換咗匹好馬俾皇帝同陳留王去騎，護送皇帝回京。事先有群洛陽嘅細路喺度傳：皇帝唔係真皇帝，王子唔係真王子，千兩萬馬奔向北岐山。如今事實證明，呢個謠言真係應驗咗。架車行到未夠幾公里，一支人馬衝咗過嚟，大家全部都好驚，漢少帝都係。袁紹催馬行埋去問：你係咩人啊？有一匹馬飛咗出嚟，好大聲咁問：天子喺邊？漢少帝流便成身震晒，講唔到嘢。陳留王劉協催馬向前，呵斥話：來者何人？董卓話：我係西涼刺嚟董卓。陳留王問：你嚟呢度係保駕定係嚟劫駕噶？董卓答：臣特地嚟保駕。陳留王話：既然係嚟保駕嘅，天子喺度，仲唔快啲落馬參拜？董卓大吃一驚，即刻落馬跪拜喺旁邊。陳留王好言相慰。董卓暗暗吃驚，一個細路有咁嘅膽量，個心已經有想廢咗漢少帝立陳留王嘅意思。清晨返到宮中，見到何太后、母子兩個抱頭痛哭一番，點下宮裏面嘅物件，唯獨唔見咗全國玉璽。董卓招有何進兄弟部下嘅士兵，私底下同李儒講：我想廢咗皇帝，立陳留王，你認為點啊？李儒話：可以召集文武百官嚟到溫明園裏面講出呢一件事，唔聽嘅即刻斬。董卓聽到好開心，第日大排筵席，請晒文武官員，大家都驚咗董卓，個個都嚟。等到大家坐定啦，然後董卓慢慢咁落馬，帶劍入席，走至幾巡，突然間嗌停酒，音樂唔好奏啦，大聲話：我有一句說話，
請大家靜靜咁樣聽。大家都好留心聽。董卓話：天子係萬民之主，冇威儀唔可以奉宗廟社稷。而家嘅皇帝好懦弱，唔及陳留王咁聰明好學，可成大位。我想廢咗皇帝，立陳留王。咁多位大臣認為點啊？大家聽咗唔敢出聲。座位上有一個人衝出嚟大嗌：唔得唔得，你係咩人啊？喺度亂講嘢！天子係先帝嘅嫡子，冇做錯嘢，任得你話廢立第二個嘅咩？你想叛逆啊？原來佢係荊州刺史丁原。董卓好嬲，喝佢話：信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咁攞把劍出嚟，想斬丁原。呢個時候，李儒見丁原後面有一個人，生得氣宇軒昂，威風凜凜，都揸住武器嘅，喺度掘住晒。李儒即刻話：今日嚟飲宴嘅，唔講國政啦，第二日正式再講啦。大家都勸丁原即刻離開。奉命帶兵入京嘅董卓，乘機掌握咗朝廷大權。董卓為人陰險殘暴，又飛揚跋扈，佢想廢咗劉辯，另立陳留王劉協做皇帝，遭受袁紹同荊州刺史丁原等人嘅反對。丁原有個契仔姓呂，名布，字鳳仙，英勇無敵。董卓同丁原對陣，俾呂布殺到大敗。於是董卓派人用一匹叫赤兔馬嘅千里馬同無數黃金珠寶收買咗呂布。呂布殺咗丁原，拜董卓為義父。董卓從此威勢更加大。董卓專權之後，袁紹喺出面逃避，開始聯絡司徒王允，乘機對付董卓。有一日，王允宴請大臣，席間忽然間掩面大哭。大家問佢點解，王允話：董卓欺主弄權，天下遲早要喪喺佢嘅手裏面。大家聽咗呢番說話，都開始落淚。席上有人鼓掌大笑，話：滿朝嘅公卿，由天黑喊到天光，再由天光喊到天黑，可以將董卓喊死咩？尹一睇嗰個人，原來係曹操。曹操自細聰明伶俐，善於計謀。曾經有睇相嘅人話曹操：子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也。曹操為人兼有謀略，喺剿滅黃巾軍裏面立功做咗官。呢個時候，王允鬧佢話：你都係世代受漢家嘅俸祿，點解今日唔反思報國，反而喺度笑呢？曹操話：我唔係笑第二啲，淨係笑大家冇辦法鏟除董卓啫。而家我肯斬董卓嘅人頭落嚟，以謝天下。聽講司徒有一口七寶刀，請借俾我，我願意去相府刺殺董卓，雖死無憾。王允大喜，攞刀俾曹操，而且敬酒葬行。第日，曹操帶刀嚟到府上，見董卓坐喺床，呂布侍立喺旁邊。曹操話：因為隻馬跑得慢，所以嚟遲咗。董卓就嗌呂布去選一匹西涼好馬賜俾曹操。曹操見呂布行開咗，心諗董卓該死，就想拔劍行刺，但係又怕董卓大力，唔敢輕舉妄動。
董卓因為肥，坐唔到好耐，過咗冇耐就側身瞓低。曹操心諗呢個老賊真係抵死，即刻掹出寶刀，啱啱要吉過去，點知董卓喺鏡嗰度睇見背後曹操拔刀，即刻轉身問：萬德，你要做咩啊？呢個時候呂布都拖馬嚟到門外啦。曹操慌忙之間舉起把刀，跪低話：我有一口寶刀獻俾殷相。董卓接過刀嚟，見呢把刀以七寶裝飾，極其鋒利，果然係寶刀。董卓收起。董卓帶曹操出門睇馬，曹操話：我想騎上去試下。董卓就嗌人裝好馬鞍韁繩。曹操騎馬出咗相府，就狠打幾鞭，向東南方奔馳而去。呂布對董卓話：剛才曹操似乎有行刺嘅跡象，後來俾你嗌住，所以故意話係獻寶刀。董卓話：我都有啲懷疑佢。講緊嘅時候，李儒啱啱好嚟到，董卓將情況講俾佢聽。李儒話：曹操冇妻子，亦都冇細路喺京城，只係一個人自己住。佢哋可以派人去召佢，如果佢冇懷疑而過嚟嘅，咁就係獻刀；如果佢推辭唔嚟嘅，咁肯定係行刺，佢哋就可以捉住佢審問。董卓同意咗呢個計劃，於是就派咗4個獄卒去召喚曹操。於是董卓下令到處發文書、畫像，抓捕曹操，捉住佢，而且獻到俾官府嘅獎勵1000金，封侯，窩藏佢嘅人同罪處置。曹操逃避抓獲嘅期間，被守關嘅兵士捉到，半夜縣令陳宮提審曹操，曹操瞞唔過啦，就講咗行刺董卓嘅事，同自己想興兵討伐董卓嘅志向。陳宮深受感動，就唔做官，同曹操一齊去。兩個人行咗3日，嚟到一個地方。呂伯車係曹操父親嘅好朋友，佢住喺呢一度，兩個就去呂伯車嘅屋企投宿。呂伯車熱情款待，問過情況，就騎驢出門去買酒。曹操同陳宮坐咗好耐，忽然間聽到莊園後面有磨刀嘅聲。曹操話：呂伯車唔係我嘅至親，而家走咗去，好有可疑，應該去偷聽下動靜。佢哋兩個靜靜咁嚟到草堂後面，淨係聽見有人話：先綁起嚟再殺，點啊？曹操話：原來係咁，咁不如先落手，如果唔係就要俾人捉去領賞啦。於是佢哋兩個攞住把劍衝入去，無論男女，見人就殺，一連殺咗8個人。走到去廚房裏面，就見到嗰度綁住一隻豬，準備要殺。陳宮好後悔啦，話：萬德多心，誤殺好人啊！佢哋兩個即刻上馬離開莊園，行唔夠2公里，睇見呂伯車騎住驢仔，帶住酒菜迎面而嚟。呂伯車見到問啦：元澤同士官點解要走啊？我已經叫家人殺豬款待，
仲買咗酒嚟。曹操唔答，策馬向前走咗幾步，忽然間拔劍返嚟，叫呂伯奢話：嗰邊嚟咗咩人啊？呂伯奢擰轉身睇，曹操一劍斬死咗佢。陳宮見到曹操一劍殺咗呂伯奢，大吃一驚，即刻問佢：剛才係誤殺，你而家喺度做咩啊？曹操答：呂伯奢返到屋企，見殺死咗咁多人，點肯罷休啊？如果大人嚟追，我哋就遭殃啦。陳宮即刻話佢：明知錯仲要濫殺，咁樣太唔講道義啦。曹操應佢：寧願我負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負我。陳宮聽完都冇出聲。夜晚投宿客店，曹操瞓着，陳宮喺度諗：我原本以為曹操係個好人，官都唔做啦，點知跟咗呢個狼心狗肺嘅人。就想攞把劍出嚟殺咗曹操，但係又諗，我為咗國家先跟佢嚟到呢度，殺咗佢，唉，都唔好啊，不如改頭第二個啦。於是唔等天光就上馬離開咗啦。曹操醒咗，唔見咗陳宮，諗諗下都明白係咩事啦，就騎馬去家鄉。曹操發出矯詔，通報各路諸侯一齊討伐董卓，然後豎起忠義嘅大旗，散盡家財，招募義兵，應募者不計其數，其中有樂進、李典同同族夏侯淵、曹仁、曹洪等都帶人嚟投奔。曹操於是整頓軍馬，準備興兵。本集完，請訂閱收聽下集。